各位同學，你哋好。今日咧為大家推介一本書咧，叫做《歐洲奇航》。咁咧呢本書究竟係關於咩嘅咧？係關於邊個科目嘅咧？睇落去你就會知道噶咯喎。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先嚇，數學嘅問題。咁你估到呢本書係關於邊個學科嘅知識啦？數一數下邊呢個長方形咧，究竟有幾多個三角形？俾大家望一望先。好啦，直接去睇嘅時候咧，你會發覺咧，佢應該係有6個嘅，係咪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咁但係你留意喎，如果我咁樣數咧，粗線咧係咪有第7個啊？呢個係咪第8個啊？仲有冇啊？原來仲有嘅喎。大呢一個直角三角形係咪？呢度係咪有個直角啊？第10個，呢度咧係第9個，即係有2個直角三角形啦。好啦，仲有冇啊？哇，原來咁樣數，呢2個又係直角三角形，呢個直角啦，第11個啦，咁呢一個又係一個直角三角形，12個。哇，原來係唔止到咁少個數目噶喎。大家再睇睇成幅圖啦。原本咧就咁數係6個，我哋再睇大啲嚟去數咧，有7個、8個、9個、10個、11、12個。原來頭先嗰幅咁嘅圖咧，總共有12個三角形嘅。你留意咯，呢本書咧叫做《歐洲奇航》啦，其實咧係一本推理嘅圖書，就係喺故事嘅誘導之下，讓數學變成活生生嘅事物，喺不知不覺裏邊咧，就隨着主角嘅探險啦、推理啦、思考啦，大家咧就學懂不少關於數學上面嘅知識。仲有好多推理題目㗎，你想唔想睇多啲啊？如果想嘅話咧，就快啲去圖書館借翻呢本書嚟睇啦。拜拜。